您能简单的给我们做几个示范？一开始你唱的是什么样的，到现在呢又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比如说学唱歌的人，他可能一开始就是说容易忽略的问题，比如说在腔体里边什么地方容易，就是他自己觉得对，但是其实呢是不太准确的，可以吗？可以，来，行，用几个最简单的那个练习，好吗？好。比如这么说啊，我当然现在已经记不得我刚开始对，的确是什么样，已经做不到那么细致。但就是说，因为它的变化就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学唱歌就是不能太着急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你以前是哇就怎么出怎么唱，对对对，完了他甭管是你怎么学哪种方法，你慢慢学以后，他肯定这里面的肌肉，甭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它会在发生变化。对对，它这一变化以后呢，你就会忽然一下出各种各样的，一会儿破了，或者一会儿怎么了，一会儿呢，别着急。就因为你以前没用过，所以我们要花那么多年的时间，就要慢慢的从。而且我唱歌的时候呢，就是本来就挺好，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习惯这样唱歌，甭管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就习惯了，你一动它就开始就噼里扑噜就乱调，完了后你把握不住，今天有了，明天就丢了，这一星期有，下星期就整个就零都不是了，就觉得哎呦，我本来还唱的挺好，你这时候别就是逃账，找人找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或跟老师过不去。要冷静，一定要慢慢，所以我们这种唱法很难，需要时间。比如说啊，我以前我也不知道比如说，就是小时候或者就到刚进郭林碧老师班上的时候，我就经常练上这，比如说这个可能啊，我也做不太的，大概其就是。咿呀咿，可能就是这样的声音，最自然的，最自然的，他就慢慢的往里就开始掰，就可能就还是大土嗓这咿呀咿，就那么呀就是后边有一点，他已经让你进，就是说从比如说这是嘴啊，你这么唱，他可能开始给你让你这么唱，稍微的力气点，稍微的力气点，再这么唱，对，再这么唱，就慢慢循序渐进，就一点一点从这儿就慢慢挪你挪到里边儿，是吧？这已经花了20多年的功夫，从这儿从这儿才能慢慢从挪到这儿，还时不时的现在。由于演戏的过程，由于戏剧的需要，各内容的需要，一不小心，就做完了以后就也回不去，所以这又是什么？又是调整的过程，就你一辈子干一辈子，你得调整一辈子，他会养成一种习惯，慢慢就会养成习惯，就是我们最后说一张嘴最后就有了，对，是大概期，但是。时不时的，它还会出现问题，因为你在唱不同的曲目，你用不同的情感的处理，它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这里头方法，你有方法，它是怎么说？它是最基本的东西都在，它每个歌曲的要求不一样，处理不一样，它的内容不一样，那你用的这个位置的深浅啊什么都会不一样，所以别紧张，别慌，但是千万别拿所有东西去不拿这个去套所有的东西。完了以后呢，我就说慢慢就从这个就开始咿呀咿咿呀咿，就开始这样，就开始就这唱歌就巴巴拉开开，我就开始这样唱歌了。这已经给了一点点，但已经不是不是这样，就稍微就好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挺困难的，因为这么大一个土嗓这么沉啊，就那么硬。我说慢慢的减，就让他减劲儿，就是给他掺假声，就在郭林碧老师混声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就那样了。郭老师给我慢慢弄，那我还那扑噜啪啦就破呀，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动，都需要很长时间，辛苦的很，也是累啊，哭啊，有些时候就不敢睡觉啊，因为抓住一感觉就怕丢了，就老想唱，但是累啊，因为它是声带或者肉长的，完了以后就睡觉以后就觉得那个心都放不下来，就是明天早上我还得出这样的声音，就这样，完了慢慢呢就开始就到就可以，最后我3年毕业以后就慢慢唱到，比如说比如唱这样。Una voce poco fa， 但是现在不是你20岁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的声音还有点贼亮。这个比较很年轻的，对。完了以后呢，唱就可以唱到嗨发，也都唱。那也在这个就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完全在里边，也没有就在还是过渡阶段，在真声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头声，对，这就慢慢过渡。完了后就开始进班上，开始在沈先生班上我上课呢，就开始就是
一就开始变就不太就觉得就开始对啊，就是真声跟假声在那打架，对那比例调不平嘛，对吧？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你气息进去了，问题是这儿堵着呢，对，怎么能好好用出来？对，完了后呢，老师说呢，就说，哎呀，你把这个，比如说你把这喉咙打开，你把喉咙给挤死了，哦，一打开这儿出去了，啊，就是挡不住气了。对，所以说这唱歌这个呢，又是一个就是不能特死板，就是不能说把这打开，然后把这忘了，就很机械的吸气，啊，完了以后把这堵上了，就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活的。所以你这个你不能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把它弄活，所以这需要很长的过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你的理解程度的范围内啊，什么事都同时进行，同时进行。那你呢？就现在，比如说，就用这个哆来咪发嗦，就是做一个从最原始的那个大本嗓到你现在应该怎么唱，做一个过程嘛，很简单，就是。20年的事儿好像一下子做不了，但是我可以试试。是啊，这都是第一次。咿呀咿，唱着就咿呀咿，不是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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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我觉得也差不多。好像已经做不出来了，对，因为这个有点难，就是我只是想这个听得明显一点。对。因为唱歌嘛，就是各种各样的音阶，就是比如说唱音阶，怎么能够就是说声音能够把它上下就是高高低低能够统一起来，就让人听着，中间没有什么好，比如说。我老听说，但是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没有实际上变化，就是换声区呀，什么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换声区。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从沈先生跟李经纬老师这儿学的这个方法呢，因为他呢是就是说，就是真假声的比例啊，他不是说到了什么地方，到这种真声到已经不行了，再开始换，这样一下你就不统一了。他呢就是说这么低，他也开始就是说。用不着那么多，但是还是尽量就是说把这个声音搁在气儿上，跟这个腔体搭配，就是说呢，就开始就在这个腔体上去唱，就不给那么大，因为你很低嘛，但是一点，就是说从最低的这个程度上就要有假声混进来，对，只不过是多少而已，就好像这接头很小，对，到了高音区呢。真声有最少了，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女高音，比如说到这个 F， 你就要小心了。叫你发的时候，你就想，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尽量就是不要唱的太白。比如说你看啊，你从我就是说现在这样你再往上带这就已经晚了，你知道吗？所以到这个 F 这。已经开始，不要那么多，就往上慢慢加，到了，比如说，该上了，到完了还上，到这时候你就开始要小心，就是这个啊的里头啊。就是你更得给一点空间，就是说，就是带一点点，就不要去做，就想到，就是说，这时候的空间更要多一点，不是说加但想着一点点，就是就要加一点点，这样的话它就会让你比较自然，就是蹭到那儿去，就是，还用不着的。升 F 了，就完全换过去了。对，但是我不觉得我在换。对，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就是说，到了到发和升发的时候，还是
就是中声区的感觉，到了 G 已经完全是头声，对，就是慢高音慢区的感觉。蹭，就是你一定要一就是个一个接，它这个慢慢的走接过去头，就是说做的越不让人察觉到越好。对，就是这就是调尽量把这个对接缝做的长。对，就是对，是吧？完了以后到这儿以后，G 是绝对就进去了。对，你只要是这个地方你要静好了以后，这儿你就只要张嘴它就有了。就是另外一个空间了。对，它就有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要没弄好，到这儿就因为你的就是真声带高了，完了以后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你要是嗓子条件很好，你也能葫芦过去，到一定程度时候，因为我们唱歌的人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是什么时候就是处于这个身体状态就是非常的好，你说这是不是？可以，我今天可以说，你唱10场音乐会，或者是开10场唱10场戏，可能8场你就不是那儿没睡好觉，就是那儿嗓子不舒服了，什么这个东西，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技术要非常的好，就是说呢，这个什么技术呢？就是说把这个真假声的比例要调的越好，就最后呢。把这个本钱留住，用它的力气去唱。这个力气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把你的声音啊，就放到你的气上边，就是搁到共鸣腔里，这样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声带这就不用那么大劲儿，它就有泛音了。这样的话你省劲儿啊。对，就是说用就是用声带的本腔用的越少越好，对，以便能用的时间长。你用的越狠，可能将来就是磨损的程度就大，对，你就寿命就短嘛，对吧？对，就是这么情况，所以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不太好的时候，也容易动不动这个也容易一下就出去，这一出去后边就很难进，就是比较辛苦，就是这样。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磨出个10几年来。对，因为他每次所感觉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你1年级时老师讲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你体会的程度呢，跟你2年级或者是更高就都不一样。我忘了是在芬兰还是在瑞典录音的时候，我呢有一次我就说不行，我得把李金伟老师叫去，得让他得帮我听听把着，就说声音把着过，因为我东西太多，时间太短，我怕万一就刚才说的哪一个地方一不小心了，一出去你自己还没意识到，完了后有那么多东西要录，这一下累着了，你就唱不了，时间又没有，就出事儿，把他带去。完了以后，他们有人就跟我说，你这个老师对你有什么用啊？我说什么意思啊？他从来不跟你说话，他就给你打手势，这场，我就明白了，我说这就是我们10几年的结果啊。他第一堂课也那么说，这堂课但是理解的这个你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大老远的从外边，我觉得呀，我觉得我唱那么多戏，我现在感觉不太好，就是有点因为我呢可以唱比较低的东西，比较宽的东西，我是一个抒情花腔嘛，对吧？我就容易就一激动就给他唱宽了。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不是个纯花腔，这样情况下呢，我就不容易我的花腔是练出来的，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这种情况呢，我就不会那么轻松，就是不会那么溜，跟纯花腔人他一张嘴就是这样。在我们这个呢是后天的训练出来的，所以呢，唱就容易唱重，因为戏的需要就过去，就回来以后就找我们李金伟老师就给我收，给我整理，有些时候就那么5分钟，大老远的就为了这么几分钟跑一趟，实际上就是这样，最后就是特别微妙，就那么一点点，就那点一进去了。你这全身就通，你可以唱很多个小时，就那点差一点啊，你可能也可以唱，但是像我们这样人里边进的多习惯，稍出去点以后你就不习惯，你就很不舒服，就觉得出了大事儿了，就要大老远就跑回来整理。唱歌最讲究就是说，好像说呼吸，谁都说好像唱歌要有呼吸的支持，但真正就是说你在你身上你感觉到的，就是说它真正正确的支持的力量，就是说这个力量到底是怎么用？这样说啊，我对这个呼吸是最基本是最根本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像就说
就是我从来就没有就是说坐那就站那就练你的呼吸，就是憋足了一口气慢慢吐啊什么，我没有这么练过。我的确没这么练过，因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会撑着，都是在练声的时候就特别小心，这就是一个音都不放过，就一个音这个音那个音，你就在这个过程就慢慢没调上去就过不去。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跟老师打架，哎呀不耐烦了，完了后就闹就哭，就是因为我哪这人从这到这就都过不去呢？你听录音你就明白，的确是这样。所以说你这就是慢慢的就特别小心，因为有些人咿呀咿的唱到这了，咿呀，哎呦，我这哎就有毛病了。我有人就找过我说，哎呀，我一到这个 high C 就出问题什么的。哎呦，那你的高音怎么唱？我从来不知道我高音怎么唱，我觉得。还是第一个音，你一张嘴之后就把它弄顺了，就跟它盖楼一样。你那个这个叫什么地基，你就非常结实的把它弄好了。你盖多高都没事儿，我的风它还在这，你那就是材料不好，或者是就里边土松了，或者怎么着了，那是不就过两天不就倒了吗？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就都全通，特别简单。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真的什么奇迹都没有，就是要特别小心，就是每一个音。你看立刻就已经开始出来了。就导致什么呢？我感觉我呼吸的状态啊，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学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保持一种吸气的状态。什么叫吸气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或者打哈欠就打的那种，不要打哈欠，因为我容易你习惯于用这个嘴去做很容易到你的嘴唇上来，就在口腔里头乱折腾，知道吗？这样的话你不是老出来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呢，保持一种就要打，这要打哈欠的时候，打之前就那一刹那，就把那个就是一种吸，就是深呼吸以后，鼻子跟嘴一起一起吸，知道吗？因为什么？你说这个气没吸进去，吸出去了，给卡在这儿了，已经卡住了，高了，就是呼吸的位置。所以呢，用嘴跟鼻子一块儿。你离我这么近，你听不见我的呼吸声音，对，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第一个音儿，而且呢，一定要人走在你的脑子，要走在你的这个前边，就是走在声音的前面。呀，就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呢，我就可以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我还没出这个声音，我的状态我就知道，就说我会出什么样的效果，我都能预计，我都能想象得到，出来准是这样的声音。哎，坏了，肯定就坏了。好，肯定说最后你就说多少年的磨，就磨呀，就能磨到最后，你还没出声，你就知道你会出什么样的声音。哎，就说慢慢的，我就不知道，我是没有坐在那儿拿根蜡烛就在那噗，没有，但是我用歌，比如说阿维玛利亚。阿维玛利亚这个歌我从不知道几年级就唱，一直唱到现在。当时我们都有录音的，我这个人耳朵还不算坏，但是老是那个音偏低。老是唱着阿维玛利，老是在这中间就晃悠。老人说音不准，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唱了很多年，老是就一会儿那儿不准一下，一会儿这，因为它很慢，这就要你的气息要特别的匀。哎，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就是拿歌儿，他老是怕你僵了。我也没唱过什么孔孔啊啦那个这没唱过这样东西，就是拿歌儿用你就带着情绪一块儿就这么唱，一块儿走，就是那呼吸你把就死掉了。完了，它不是有渐强渐弱吗？你就慢慢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就是呼一吸的过程，有一个对抗。就是说，你呼进去后，你要出声啊，你往外送，它就呼出去了。但是它肯定你唱的时候，它就慢慢会出去。但是你就有一种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打哈欠那一下，完了以后感觉往里吸，完了以后你这儿吸，它这儿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出去了。这个渐长呢，也是在这上面走，还在走，就是第一句就要把它，我们叫落底儿，就要放在气儿上，就非常小心，这样，而且不要维玛利亚，
就不行了，哎呀，我的气儿出去了，不够了，所以这是一个调整，就慢慢就让他一口气，就是说气那个吸好了以后，你用不着那么大的气，就细细的有一个气柱，哎，就好像就有一个伞似的，完了以后有一个气柱，轻轻的就是往上走，完了后这个伞呢就往这儿拉，你往这儿走，这么走，这样就深，完了后就你又在腔体里头，它位置就高，就哗啦啦啦啦，就这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有这个就是啊的那些地方，就是字还在永远在一个地方。就是说要贴在你那后咽壁上也好，是这还小舌头后边也好，这你自己去感觉，或者有人说，从这儿出字也好，你就去感觉各种各样的，你感觉就说你放到了腔体的里边，完了后就在那边啊喂又出去了，这样的话呢，音乐上一听呢就白，就不连啊喂，你不连贯的就我现在也没练声，这几天非常累，但是没关系，听意思就是说啊，就是你永远的就不停的啊维玛利亚，好把那一句唱完，这就呀就搁进去了，这就是不讲究，就是从头就拿上任何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字一个音符的都要给他唱的，哪怕是正正方方也要这么练，日久成习惯了，你拿到一个东西，你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实际上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阿维玛利亚我至少唱了很多很多年，最后我录音的时候就只录了一遍，因为我觉得唱完以后说我第二遍肯定唱不出这个情或者这种感觉来，就不录了。万一哪天我们就是这个真要出唱片的时候，人说哎呀好像有点问题，就没得可接了，因为就一遍。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长期一点一点磨合的结果，最后达到这儿。实际上我为什么偏低了呢？那时候或者是就不稳，这就是那个你那个气息啊，这呼吸跟你这个腔体这个就是比例调整和保持的状态。就是你得把它调平，这个就是磨合，慢慢磨合，让它，因为从你不会用到慢慢去接触，这就是老有噼里扑噜进出出嘛，到慢慢让它要保持这种状态，最后到你真的就不稳，一张嘴就可以到那儿，差不多到那儿的时候，你才能出这么匀的声音，这么一匀了呢，那音乐上也就开始就连贯了。这个时候你就别忘了音乐，你开始同时把音乐一定别忽略了，因为最后我们还要唱音乐，而且把字儿，因为字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阿维玛利亚，阿维玛利亚就容易就掉出来。我成天唱，我说阿维玛利，因为你踏着还在这使劲这往上看，但是因为你的咽喉你不习惯，就是始终要保持，它还在那在那挣扎着，要想抬完了以后保持不住，还掉下来，这就慢慢调。可能就是说，有好多唱歌人觉得好像有人觉得这个人唱歌好像音准不好，其实不见得是他耳朵或者嗓子，就是他的呼吸出了问题，对，这才导致他好像声音或者是比如说那个搭配的不匀，偏低啦，或者说听到这声音冒高了，可能都是因为是对就是呼吸的。对，有些时候你唱完了后挤得就感觉就特别高。我也有过偏高的时候，有时候稍微就是说该进的地方没进去，没注意到说也有点偏高，就有点炸，也出这样的声音。唱歌可能就是讲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磨合的过程，就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他每个人就是腔体的构造不一样。是啊，所以是这样。你要做，就还这句话就是说，你呢就是就是说要唱你自己，就是要这个老师呢，就是把你的这些就是实际上我就是老师，就是把我的潜在的能力特点，他就发挥，让我去开那儿开他每次都要问你感觉好吗？合适吗？不合适，好，咱们不这么去做，因为他就把你的潜力都给你挖出来，完了以后让你去感觉你觉得舒服，好，那咱们就这样走一段试试看看，弄，完了以后比如说我要进这个腔体，进着我就呜的，没办法是虚了就呜了，这就不自然了，你还得有音色，所以你说啊，
你就唱歌，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这么唱，我说不清楚，因为我不是我的过程就是这样，一句话说不清楚的过程，就是一个很漫长的慢慢磨合，就是慢慢调，一个字一个字的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进腔体，跟呼吸搭配，慢慢去磨合。所以呢，我今天唱歌就可能就觉得比较自然什么，因为什么？我已经不会太多的还在那去想着，但是每一个新作品我唱的时候，我是非常小心，还跟个小学1年级的孩子一样，其实也用不着那么去做，到为什么呢？我也怕，因为。这就说，因为我的第3只耳朵就是我的老师不在我身边，我不能随时就说，哎，李老师，我这不太舒服，我没处去说去，所以呢，我就一个就跟小孩一样的，就是真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慢慢的把它平平整整就四平八稳的把它学会了，都弄好了，完了以后。能琢磨多少琢磨多少，一定在上台之前，有可能我演一部戏，有可能我把这些自己都练会了，都弄好了以后，完了以后自己再加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或者应该这情感怎么需要，这完了之后，有可能我一定要到老师那儿，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过一遍。到这老师说这进去了，那儿出去了，这儿磨合的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你感情的需要，你可以让它白一点，但是你得回得来，就做这些工作，这些都做好了以后呢，我再去找一个，我在外边有一个就是。当然，我们也在这也搞音乐，就音乐上处理也搞。但是我们就找一个，就是我在外边有一个专家，这也是李经纬老师、沈翔老师，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都互相听他们的课。他们讲 master class 的时候，他呢就是一个就是专门就是音乐作业，他对这歌剧的这个人物角色怎么熟悉这样。所以像我们这样没有就说你到了演戏就到比如说。我们要演一部戏了，他说迪丽贝，你现在明年我们让你唱《弄臣》，所以你得这部戏你得学会了，没有说抱着谱子到歌剧院去找个钢琴伴奏，还在一个没有，你就回家自荐。等你到了歌剧院的时候，你已经就说音乐上各个方面已经滚瓜烂熟，你到歌剧院来干什么来了？排戏来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还在那没唱下来，没不明白，那你就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我去找这个，因为声音也捋得比较顺了，都搁进去了，而且自己对这作品呢已经不慌不张不忙了，就人家说的时候，你有这个能力再进一步的去发挥，要不然你不熟，人说什么你就慌张的，你就听不进去，你就做不到。这时候呢，他就给我在音乐上给我处理，所以有些时候就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去演这个Richard Strauss 的这个 Ariadne auf Naxos，汉语不知道怎么说，什么欢乐人间，你们怎么翻译的我不太清楚。那里头有个叫 Zerbinetta 的角色，对，完了以后我这个角色学了3年我才上台，在这之前人家老让我唱。我呢就不敢去，因为1个星期的排练我不敢去，因为我觉得演戏这种东西你必须你的明明白白有过5个星期的排练头一次，然后你可以到处去唱可以，尽管你音乐滚瓜烂熟了我都没敢，这需要了3年才去，结果人家不给我排戏，他们就以为我演过很多场了，就觉得因为什么就说你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以为人家你特会演了，就给那些有点问题的人去讲，我最后就问他们，我说。我怎么老练你不给我排戏啊？我说你是不是不需要啊？我说我从来没唱过这部戏。哎呦，他们就吃惊，就说我们以为你演过很多场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还是就是说你提前我在那学了3年，在那磨合，就在那折腾。我在学校的时候，咱们这么说，在视唱练算是不错的，出去那 Strauss 那个东西我就识谱就识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就下不来，真的觉得很惭愧。知道吗？就说呢，唱歌最后又规范到很多东西，就说你要专业的去唱的话，就是说，就是从第一步开始就要比较全面的都顾一点儿，从你的文化、个人的经历，就说就面比较广的走，哪怕慢点儿，这样呢，到最后吃亏的不是你像我们这样就吃过一定的亏，现在我也觉得就是学永无止境，因为到现在你想有些时候做出很多你想表现，但是因为你的能力有限，因为什么这个就不是技术就帮不了你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需要你的经历、你的渊博的知识去表现歌曲内容的时候，因为什么你好像理解也有点问题，或者还没有到那一步，就是最后比的时候就是好坏到最后就比艺术了，不是比技巧，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叫人了。这个人你也可以听听，哎呀，他这一首唱得多好，咯咯嘎嘎的一切都完了，回家睡觉就忘了。但是最抓人的是什么呢？是内容。
所以有些时候人说，哎呀，这完了以后人走了，这3个月，这声音还在这绕着，就打电话就跟我这么说，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起头，就说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一步一个脚印，就说这个装这就把声音装到腔体的同时，别忘了音乐也在走。所以呢，到后来之后呢，就演了很多戏，舞台经验越丰富，这很多都是靠锻炼出来的嘛，是不是？慢慢，你的人生经历不同了，你对作品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唱了半天是为内容服务，所以叫唱什么像什么。比如说我唱一场音乐会，我这可以有亨德尔的歌曲一板一眼的唱，而且声音不能出这样的声音。完了以后，唱一些意大利的歌曲，因为很简单，又去怎么去唱。完了以后，唱一些比较 romance 艺术歌曲的时候又怎么唱？唱歌就是怎么唱？唱民歌的时候怎么去唱？它肯定它的要求都不一样，发声方法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呢，你的基本的东西在这儿，但是要为内容服务。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只有这样的，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弄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声方法，甭管用什么唱法，最后呢是你拿什么东西往这里套，不是这个要为那个服务，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花腔就是怎么样唱才能让人听起来非常自如？哎，比如说，就是跳也非常自如，就是你带连线的华彩也非常好。比如说上上下下那些音阶啊，因为这花腔嘛，好多都讲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跑音阶跑不清楚，就是跑得连滚带爬的。对，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他会跑不清楚。还有就是说高音怎么听着让人说哎呀，说这人唱歌什么要像什么布谷鸟，或者要像长笛，就是有那种让听起来空间感，就觉得非常不是让人听着觉得。要说的特别简单呢，就是把声音搁到腔体里去唱，用气去拐它。因为你为什么连滚带爬的跑不动呢？因为你在嗓子里，比如说就唱这个，比如说咱们唱阿雷路亚嘛，阿雷路亚，阿雷路亚。就是节奏也慢了，也就跟不上去，这是有啊。有些时候我状态不好，说我也在那连滚带爬的也有，就是状态不太好了之后就出去了嘛。就是说，只有你挂在气儿上的时候，用气儿保持这个状态，是这个在拐，是气儿在给它拐，你没有任何嗓子东西，只要你拐不动了，就说你是带嗓子了，所以拐不动。那完了以后就说，还有一个就说你跳音。怎么跳？比如说跳音到从底下衔接到上边，也是很简单道理，还是挂在气儿上，在腔体里去跳。比如说，这既带嗓子，完你气也用了，完就卡在这儿了。因为什么？这个乐器你没用，你一会儿这掐一下，那会儿那弄一下。所以说你这个乐器一直老是要保持着这个状态，要给做这个乐器一定要让它永远一定有乐器。今天是小号，不是长笛，你明天不能给它砍一块了，或者是捏出一块了，它长笛就是长笛，它声音就这么出，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乐器呢，就是我们不是制造，这一辈子都是制造的过程，我觉得多多少少啊，就这样，你就保持住。如果你要在里边了，在这时候，我在这也开呀，我就卡在这儿了，就是有这个又有这个，就同时进行，我们就说，就要是第一句一没有进腔体，因为它低你还能跳2下，尽管它音色会受影响，音色会就不会那么漂亮。就有人觉得哎呀，它的高音好，他妈中音好像听不大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你声音不传扬，为什么不传扬？你没有立起来，就所谓的没有搁到腔体里边去，所以就好像觉得听不大清楚，有点散，就这样。所以第一个音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你看，老是一种，或者你就有人就说，比如说感觉把自己弄成一个气球也好，就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你干什么呢？就是用这儿唱用这儿唱到那儿，把这么弄开，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就感觉给空间，不要卡到嗓子眼上。如果我要是就这么唱。
我就会叨叨叨就直接下去。如果我这里头有一个，我就上了台阶了，所谓的就是说没在气儿上，或者就唱着唱着呼吸就浅了的话，就再浅，这不就进嗓子眼里了吗？这样的话，你的高音就不溜了，或者就啪出问题，或者就破了，或者什么样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非常就起点特别重要，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每一个音的时候，就磨合之后，慢慢磨合之后，就要把它要习惯性的，尽管有些时候你压根儿就不明白，但是慢慢的要把它搁到，就是气跟腔体要搭配好了，就在这个乐器，尽量在这乐器里边唱，这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再就是跳音还得就是说要比较轻巧，这气要灵活运用。你们就有过呀，我们一下就弄疼掉死，就好像这要疼就对了，就对了，然后就用上气了。对，完了以后那嗓子就冒烟儿。有过这样的，人也没老师也没要求你这么唱，但你就理解有问题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调整嘛，都会他会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呢，为了达到一种目的呢，他有做过了或者做怎么样，就矫枉过正，也有这样的过程，是吧？完了以后呢，就说实际上老师就要求我就说你呀，对，一口气喘好一口气以后呢，你就把它跟着珠子一样串起来，那蹦蹦蹦蹦蹦。但你还在跳，不是一个一个在那蹦，那你唱东西你就唱不快了，你就滑了，就动不了了，就动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看我就很笨了。你要花腔就得灵巧，你说是吧？再一个我又不是重花腔，我又得必须得灵巧，我才能上去。从哪出去了，从哪回来，就跟拉松紧带一样，就还是这样，特别就是说，它的规律啊，就特别简单，怎么说？你说拉松紧带，它低的时候，你不可能拉你这么拉，它越拉越抻得越长，就给劲儿，完了放回去，慢慢松回去了。但就是你这个劲儿呢，也是从，你后边就上不去了，就慢慢开，就老有空间。就是说你的呼吸要随着音高的不同发生变化。对，声音越高，可能用的力量就会越大。对，但是绝对不能，就是说你的对，就是说不能跟着随着音高别音儿跟着走。就是说相反的呼吸应该是逆向的。对。相反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唱哆咪嗦，我的呼吸哆咪嗦就跟着往上跑，对，咪嗦咪哆跟着哒就踏下来，对。尤其下来的时候，你上去的时候呢，容易，我就很多情况下，有时候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说不是故意，所以说我们老需要别人，就是习惯这，就容易就回来就容易掉下来，就说呢还得要高位，这样你的声音就不就统一了吗？对，再低呢，人家听得见，所以人家说哦，这个声音听他声音就好像就上下好像都没有什么，就一条线。用几句挺简单的话来讲，其实就是我瞎总结啊，就是唱歌，比如说呼吸吧，一个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但是不能僵。对，就是它既就是要松动，就是它要流动，不能说是好像我唱低的这个发和高的发，我呼吸的力量是一样大的，而是要根据它音高的不同，对，起反向的作用。对。里边就是说，比如说就这个腔体是一直要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打开的状态。对，而且这个打开是后边。对，打开是后边，而且不能你随时都打那么开。对，就是说要随着音高的不同。对，就是它也是活的，因为我们人是活的，它也要。而且就是说，打开不是说嘴张的越大，打的就越开，对，而是说打开腔体后边。所以说小舌头附近或者怎么样，内张嘴，里边的那张嘴是吧？而且就是说呢，你唱歌时候，就是说你的状态要一直处于一个积极，而不是说。我这歌有多少个高音，那些高音我要特别注意，高音一过我就好像就是说我不用费劲了就放，就是放掉。再有一个就是说，要想上下唱的一样，那么就是一个混声的过程，就是真声和假声的结合的过程。而这个结合的点呢，
越长越好，而不是说我直到这个真声唱不上去了，我把假声再扣上，对，那就彻底变成两截了，对吧？就是让它这个磨合点就是越不被人察觉越好。对，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什么地方我在换声，就到那地方说小心，就是要让它成就是更慢慢让它进脑袋更多。就是你得先走到那儿，对，到那儿你再去就已经晚了。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几点。实际上实际上你看说来说去最后特简单，但是呢又做起来吧又就特别的难。对，就是一个常年摸索的调整的过程，对，是吧？对，但是呢，你要如果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一个就这么做的时候呢，好像他是在学，挺漫长的，但是一通百通。就是你不会，这个歌你磨合好了，那歌就整个出大问题。基础打好了，对，楼就盖得很快了。对，基础打坏了，越盖就快倒了。对。体现出来，这就是由于这样的练声就会出这样的声音。我不是绝对就意思就是这个的结果就是这个啊，因为什么？它每一个母音啊，它都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一辈子，这唱我们这种唱法的人啊，这一辈子都在，包括我都在内，都学了20好几年了啊，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老得调整。就说它每一个哎呦，它不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呢要把它让人感觉到在一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唱的哎呦呜，这就体现在唱的时候容易呜就出去了。能不能就我刚刚说的，就是呼吸吸气以后，完了有一个对抗的感觉，你知道吗？气儿在这吸上去了，完了后你还这个还得往上走啊，就这都是一种感觉哈，明白吗？就是这个再往下走，这个再往上走，所以说呢，就是吸进去以后，你肯定要吐出来，你唱着它不慢慢吐吗？但是呢。我们呢，相反有一个感觉是在往里吸着唱，它就有一个对抗这么个感觉，完后它就有点这样唱，这你就保持住就在气儿上了，就这就是这种感觉，这是我的感觉啊。所以呢，再一个呢就哎呦，你就不会出现这样，你有吸住的话就不会出，就尽量把它好像出比较一样的音色，你那个跟你最后的呜就完全在两个地方，好吗？咱们试试。对，这样笑一点。OK。你看，对吧？OK。对，这也从呜就到这儿了，这还有一个就是你气就是保持的不够，到最后都没气儿了就出去了，就是还把它就别给那么多这就是已经给出去了，你没吸够，就是这个一别在这儿说从这后边这个地方开下来之后那边别看感觉相反的还往那边走，还在那儿，就别拉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容易就堆在嗓子眼里了，好吧？你自己不要这腰就说清楚就容易带，对吧？
就是大舌头有点感觉，你相信别人会清楚，你自己感觉有点像大舌头的感觉就够了。那腰就腰下来了，你可以腰上去更好，就容易腰下来，好吧？你没准备好这口气，你到后边肯定就没气儿了，所以准备好，来。这当然是谁一下做不到，要不然我们音乐学院干嘛都要上5年学呢？是不是？对，但是就这么个意思。像，就感觉咱们就跟我们那个喇叭，就感觉一个喇叭在后边，就感觉你开着车的时候啊，那个没有棚那个车，不是你往前哇，那风就不是往吹吗？你就找那种感觉，就感觉这都拽着你，知道吗？实际上就是让你用上你的后背啊，用上你所有的这些部位，它就反射嘛，它就这么出来，好吧？就感觉就是你就是一定要你保持住那个感觉的话，你不会像呜就不会空了，知道吗？贴的时候不要实际上这是放的声音。它还会有泛音，要不然就直的就出去了。你吸的时候它就会有泛音，你知道吗？老师这几乎就吸不放，但肯定会自己放，就是说啊，咱们还是出去的太多，而且这样，老师老有准备，已经是吸气的状态。完了以后，走。你这样声音的话呢，就跟等于有些时候你可以放个蜡烛，你可以试试让那个蜡烛别这样晃，就让它一直就在这动。这也是个办法去试。OK。对，这你慢慢练，就是有点下台阶，不应该的，好吧？好，你的啊就叫好，叫咱们反正没关系，跳嘛，谁跳都行。咱们给跳的稍微轻一点，别这样，别堆在这儿。老有空间，老得给他一个空间，老别老顶着，就觉得老在这碰着嗓子，好吧 ？OK， 你看老有地方去，要边上下来吧，还在那挂着，好吧？但是还是要用气儿的，就是说少用的，就气数稍微小一点。你看这个一吧，你就是这是不太挂气，而且就是没有太进腔体的声，当然这么低，但我们尽量让它还是要立起来一点，是吧？这边你看别换正声。
咱们就跟松紧带似的，这么有这种伸缩性是吧？到高了咱们再打开点儿，没那么高咱们就从稍微一下的掖好点儿，这个啊就有点老有点这个，好吧？不要老是在气儿上，多了它还是在气儿上。这个咱们呀，人呀，就怎么说？他尤其要想唱弱的话，这个气球更得大。我们自己啊，你可以把自己形容成哈，就是说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是吧？他就说你感觉是这样，你告诉我，可能我根本就没在我身上没有这种感觉。我告诉你感觉，可能你就压根儿就不觉得。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有人说你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气球也好，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用整身去唱，就是说把所有地方都放松，这些地方都要让它打开，让它去用，这样的话你就有你就有泛音了，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一说弱了，你不能，其实越唱弱之后，你那里边劲儿还是更得足，是不是？哎，所以这边我说细点，记住细点，并不是让你也不是让你掐，好吧？好，好，放松，这样，放松，走一走。好，有点嗓子喊着，有点这样东西，自然，动。最高那个啊带嗓子，有点卡那儿，再打开点儿，用这儿放出这儿。来。整身，你要用整身就没有问题。你现在就是越到高就越浅了，你知道吗？对，不要浅。相反的，当哒当哒的，到最高音时候要深，好吧？下台阶儿。就那个最高音啊，差点别读错。没关系。可能也许因为这个你的最高音不集中，你知道吗？老是散的，就有点带嗓子。没有就是余地，有点这个。你看越到高就嘣，再打开一点，不是这儿使劲儿，就撑一下，这开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想到就行，别去做，这一做就过火了。太窄，成这样了。放松，笑。你说你，还是有点这样，对吧？你就是把这个窄母音啊，把它尽量它咬宽一点。不要说成没那么严重啊，我这说的。放这儿，对。感觉这。对，别使那么大的劲儿，肯定会，就感觉用上就行了，别使那么大劲儿。这样。这感觉都开了，哒哒。我觉得好一点，你觉得呢？松一点吗？好一点了啊，松一点吧，对吧？对，就是这么情况。就唱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唱的时候就这样的话，你声音会稍微自然一点。所以会松得多，不会有你用不着去做音色，把自己的音色唱出来。
这从这就马上就在这你因为这花的多嘛，你就容易就那么带出来，所以一定要第一个音儿就让它在腔体里头，哎，你这这成这样了，把这个啊说成哎对，往里把这个牙口盖这个地方打开，把它咬宽一点，哎，但别这个线还别忘了。你看，你每一个都还上台就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尽量让它在统一在一个地方。它肯定每一个音它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让它就是调整到就好像都在，好像听着就是都在一个地方，好啊。我看你看这么低，你说张这么大了，那嘴就说这你要贴住它就就这样。用气知道吧？你就贴住的话，它就不会出哈哈哈。现在你为什么出哈哈声？因为你用不上气，是你的这个嗓子在哈哈哈哈哈哈在给你放，你在这儿唱，你对着这儿唱。这就是慢的话，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别吧，你看。我们现在从我们的最低音开始，哎，不是最低，从这起头开始张嘴都张了，这边怎么办呢？就没出去了，好吧？好，主要张里边就是我说那个吸那小舌头那后边那地方。接着，别跟着呀，别跟着一块掉下来。你看呀，还在那，越来越高。你下来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个音色，知道吧？就记住啊，就让它就统一，这样它就会顺了，就在你的气儿上了。现在因为不在气儿上，而且这个烟块这些都打不太该，因为不习惯嘛，是吧？所以呢，你就开一个，第二个就掉下来了，那第三个就跟着，因为它音往下走，你也跟着往下拉，就最后就对到嗓子眼上了，好吧？还是加快速度吧，这样，就快，掌声跟边，把那咬宽了里边儿。但是我不是不要嘿嘿嘿，这就是你嗓子这个在帮忙，所以你出这样的声音。如果给你放慢了，就是放快就是快了，这样声音就在气上，不是这就是嗓子的声音。你看，你不用多弱，你要用身体，要养成习惯。来，就变成。你坐到这个椅子的，怎么说？你把这个椅子搬到那儿，就坐一点点，一个角角，然后你这么坐着，这样的，好嘞好啊，好，哒哒滴哒滴，来，你什么都别做，也用不着坐着，你就在那儿，就把那咿呀唱出来就行了，也别。嘴别张那么大。你不张，我们试试会出什么声？你不用什么大劲儿，你肯定会，你不用呀，别去做，你想到就压，它自己会变。不是那么大劲儿。
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气儿跟他的习惯实力在那就挣扎，又想能用得上，完了后又在那帮忙，就又撤不下来，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去体会，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让你呢感觉到这些部位，好吧？咱们继续再练一会儿，好吧？对，你就心里想到，哎呀，就有点这嘴里头有含着个鸡蛋或者什么东西，就在牙根儿这个地方，这样把你那个嘴外边最好就别动，好吗？没关系。OK。把牙说的不是这样。好，下来你把这个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把它音还要唱出来。不是呀啊。来。用不着哒哒。就在你那地方就够了。好，咱们你就保持那个状态，我们唱那个哒哩咪发嗦啦西哆来哆西啦嗦哩哩哒咦，好吧？来。你看见了吗？那个音节都没唱完，对，滴答咦咦答咦咦再用点声音，要不然你老音准不够高，这就说又翻不上去。答咦好，下来的时候也保持住，别就散下来。下弦不清楚啊，这就牵扯到你这一快了以后，你那个音阶都有无里无图的那个音儿都不准，这就说你看你连练声你都不准嘛。来，再来遍。哒尽管他唱的不是特别清楚，有点儿，但是他音色有在发生变化，你有点整的声音，这就是出来一点你的音色，是吧？就感觉这个人呢，就不像刚才那么好，就倒了似的，不让人那么叫什么担心。这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他的感受的程度。有人比如说像你这样有感觉，那你就这样练。有的人呢，就有时候呢，他愿意贴在比如说墙上啊，或者找一个钢琴的角上，那就是类似这样的角，它这有个顶着嘛，就感觉这么顶着。有的人干脆就这么着，反正你怎么着，你就是想办法让你就是用上你的呼吸，就是要用你的整身。因为我觉得现在听你就越听越出现的毛病就是。你没有这个整身的概念，而且就在这么一点地方，就这么点，那音量就很小的，太小了，这一下你就可以出来很大的声音，你的声音会比这大多，有音色，啊，还宽了一点，好吧？用整身唱，你会更方便。OK。先跳几个，完了后再站着哈。这
我看看啊，咱们用哪个？就好吧，就对，你看见了吗？我让他试一下，就是就说他下意识的时候的动作都是这样的，对吧？这就是嗓子的声音，带嗓子从这儿，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啊，只要用上就行。但是那母音是所以你要把，而且呢，这不是你往上走吗？把这也别忘了，也抬起来，因为你老往下走，你这儿打不开的话，它就也上去就堵在那儿了。OK。不使那么大劲儿，最后你笑一下，不使劲就笑一下。快，轻巧哒，用上就行。下来别掉下来。现在可能就有点还有点重，有点笨，但是没关系，可能咱们交往过程，你慢慢的就这么去练，你知道吗？就是要用身体去唱，咱们要就是把这个乐器，这唱的过程就制造乐器的过程嘛，咱们把这个乐器给制造好了，不弄得一里歪斜的，你知道吗？完了后就半条之后就自己哈了，完了后台下人又听不清楚，好吧？完了后这个音儿也唱不完，完了后各种各样的帮忙就来了。好吧，OK， 咱们再跳一个。你其实也坐着先啊。你看，你发现了吗？你都不用，你已经习惯于老在这使劲儿，你用不着使劲儿。OK。好，慢慢站。轻松，然后比较舒服，对不对？整，完了声音，我觉得音量出来一块儿，哎，整体的感觉有了，音色出来了。OK。你看，我们说过，你要事先做准备，要鼻子跟嘴一块儿呼吸，完了以后就是贴到你的后腰，就感觉啊，就一下就贴到里边，就是射到里边去了。这样，这都是感觉，只能去体会，我就没有再别的办法去解释，好吧？哎，就尽量这样想，就感觉，就我不说嘛，要有个球似的状态，给个空间，你要挤，这样，啊，你看这人都是死的，他就会有泛音，老有就而且出一个声音后他老走，还在这走，不要咚就贴在那儿，好吧？
这个那个啊，能不能就是别从这儿出，就是喘好这口气以后，感觉就是比较我们叫落底儿那个啊字儿或字儿落底儿也好。哦，你从这儿落到这儿也行，落到这儿也行，你落到这儿也行，你哪儿有感觉就往哪儿落，就是让它要深，就是这意思。这样你深了以后呢，你完了以后再打开这个话呢，它就接上了以后呢，你这个声音就进了腔体以后呢，它就有泛音了，啊，你这么好的条件，完了以后加上泛音，这一修饰，一雕塑不就漂亮了吗？好吧。还有，我就看你有点这样，这是找高位置，高位置不是从这找来的，这样往这儿这么着唱，就是咱们还说那个打哈欠，准备打哈欠那个，就那一刹那那个张嘴之前的那个感觉，你看这么往下走，咱们不往上走。把上面先忘掉，因为什么？你这样走，最后的目的肯定是这么走，它不会这么着。你说这个的位置高呢，还是这个的位置高啊？是不是？这个又传远，对吧？OK。好，有点僵，我们从下边开始。那就从这儿来。每一个都在啊，这这没有任何控制，就这么给出去了，就不美了。就还这句话，吸给空间，不要往外杵，往这儿贴，别下来了，又回去了，还知道就是老是这么一个路，老得这么走，这是一种感觉。OK， 再来一遍，别动作极小，你完了以后你就吸，就那个吸的感觉想到就行，都不用做，不要我还该换音了，别去别去做，就这么慢慢的就好像就吹出那个气啊，比如说你放一个蜡烛，就慢慢的往吹，别说你它就这个晃了，是吧？就感觉让它你出去之后还让它根本就没动静，这气就匀。但是我当然不是往外了，对，往里，它会然后这么着出去 ，OK。距离不要那么大。3个地方，对吧？再往里吸一吸，笑一笑，行吗？OK。我懂笑就笑。当然，你已经习惯往这儿唱了，尽量往这边笑，往笑，这么着笑，试一试。就在原地。好，咱们下一个就想着，这就往下戳，这慢慢往下戳，细细的往下戳，来。走啊，他会慢慢从这还会落到这儿来，但是你的感觉，啊，还是得还得往那儿走啊。放下，放松，没关系。
羊腰呢那种 ，OK。好像有点点好点哈，好像有点对，好，那咱们加快点速度，好啊，就加点速度，好吧？因为唱歌需要母音嘛，好吧？因为你那个特别窄，在这你看这牙齿都成这样了。要永远给个空间，这尤其这的时候，啊，不要把它唱成把它唱成在你的牙齿这两个地方就感觉这样，哎这样的话呢，它也容易进你的就是小舌头后边这个地方，就这么的感觉就我想的不一样，就压下来了，又给拉出来了，好吧？稍微快点。这个就是跑调了啊，就在这就想到啊就够了，不要去压，别做，好吗？这种这没有气儿的声音。对，我得让你也做到一个椅子脚上，要不然你这根本就待不住，这个根本就不去那个地方，坐这儿，坐到这个脚上。好，完了以后这么搁着，对，来，就往这个地方唱。就在这说呀，再一个，不要别这么做，就在就让气蹭着走，别一个一个音去做。谢谢老师啊，来。不要说呀，你会有呀的啊。不要嘿嘿嘿，用这儿，所有都用这儿来。第一个、第二个都在这儿。稍微好点儿。不要说呀，你会有呀。对，好，啊的时候尽量往你就是从你这边。感觉往这儿贴，不要压，你还是再把压说的特别清楚，因为什么？你老习惯往外拉，好吧？别上台阶，别一个一个蹦啊！下来，好吗？来。